要选哪一个口味的汉堡？牛肉，怎么会想要选牛肉的花生汉堡？酱。哦，你很懂吃耶！牛肉花生汉堡，为什么想要这样吃？想要吃这个餐点呢？就很搭。就很大。日本料理寿司想要吃什么料理？鲑鱼的啊？为什么？鲑鱼比较好吃。啊，比较清爽一点，对不对？OK，我是被揪的，所以又不是我选的。不是你选的。OK， 对，不是你选。那你觉得吃完这意大利面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比方说很油腻啊，很清爽啊，等等。很饱。哦，对，很饱。吃完就是很饱的感觉。啊，那我们一起来学吃很饱，就是吃懂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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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很好。你最喜欢吃妈妈什么菜？卤肉饭吧。妈妈会煮卤肉饭。会煮卤肉饭。哇，那你觉得妈妈卤肉饭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家里的味道。家里的味道很好。那你们觉得韩国料理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都比较辣一点点。看辣点味嘛，吼。对，辣点味。为什么想要吃美国料理这个汉堡呢？澎湃。原来是这样。现学现卖，很棒耶！很澎湃，哎，不错了。豚骨拉面有什么样的特色？好吃。好吃。还有嘞？它的汤头哦油。比较油一点。喜欢吃比较油的东西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会说懂油。懂油。对，就是懂油哈。觉得这意大利面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就是很好。你都吃什么口味的意大利面？是那个红酱。哦，红酱意大利面。那你觉得它有什么样的特色？酸酸的。酸酸的，酸酸的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点沙拉呢？健康。健康。那我们会说懂孔偏。懂孔偏。对，就是很健康的意思哈。小朋友说网络上很有名。小朋友说网络上很有名这样子。那对。最后就是选有关素食的一个餐点。他们吃荤，我吃素。哦。我是吃素食炖饭。素食炖饭。觉得韩国料理有什么样的特色？跟其他料理来比的话？就红红辣辣这样子。哦，红红辣辣的。那你们觉得嘞？很辣。很辣。很多泡菜。很多泡菜，哇，你好喜欢吃泡菜哦。好，那我们说想不到讲。想不到说什么。那呢，很辣，我们会说懂辣，试一次。懂辣。因为女朋友喜欢吃。女朋友喜欢吃，好男人。OK， 番茄炒蛋有什么样的吃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特色呢？就比较感觉随时吃就不会吃腻那样，然后你随时吃都很好吃。了解。那青菜呢？就很健康的，要怎么吃都可以。对，要怎么吃都可以哈。OK。鸡肉便当有什么特色吗？就觉得有一种就是比较像是台湾人在吃的，就是很日常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很日常，对，或者说吃起来其实不用太复杂，对很清爽的感觉。对。臭豆它就是咬的口感脆脆的，还可以配那个酸菜，不是泡菜。对，泡菜，哎，真的是专业。我想说你会说臭臭的。OK， 没错没错。那一开始油腻，到后面一直到分量都吃完，就是清爽的做结局这样子。送啦，送。对。就是越南的料理有什么样的特色？吃起来的味道是酸酸的呢，还是比较油腻，还是比较清爽呢？是酸跟辣的，比较酸比较辣的。比较酸比较辣。比较酸比较辣哦。冻皮。哎，冻皮，那我们一起学四线腔。冻皮。冻皮。哎，冻后哦。冻皮。哎。冻烧。对，就很烧的意思。冻烧哈。唔會辟油。哎，辟油。辟油。对。那换你。唔會辟油。哎，很不错。我觉得讲得不好。不会，可是有些还蛮像香港话的。对。唔會就是很像這個廣東話，對。唔會鹹凍翅。凍翅。凍翅。凍燒。冻烧。不会太油。对，就是不会太油的意思哈。冻皮很好。凍翅。凍燒。哎，冻烧哈很好。不会咸。不会咸。唔會鹹。对。冻烧。很好，冻烧。你感觉你说你有學過嘛？哈，一點點哈。凍皮。凍皮哈，好。唔會辟油。对，不会太油，不会太油。唔會辟油。哎，很棒，真的不会油哈。对，不会油哈。凍翅。对，冻翅就是很新鲜的意思。嘿。
董皮，董皮，哎，都还不错哦。唔會鹹，唔可以喊。唔會睇搖。哇，家家先生，冇想到大家都當會形容呢。真嘅，都當要想法，見到形容到行嘅，呀就想喺夾落去食嚟呢。等下，冇按夾。哦，冇按夾咯嗬。你是食飯之前，行喺鄉下嗬，你兩手喺鄉下教大家講客話了。冇錯，冇錯，我嚟教大家就係動詞。動詞就是很新鮮，比如說在市場買到的魚很新鮮，你也可以說動詞。那套上我們頭擺，你家下有搞過嘅單字那個詞彙呢，就是講生食起來樣板。哦，生食起來樣板。用華語的意思就是生魚片吃起來怎麼樣？好，故送呢，我們也可以造一個句子回答他。生食起來動詞。生食起來動詞。倆意思就係生魚片吃起來很新鮮。好食詞嘅生嘛。當好食動詞嘅生哦。冇錯，假使倆生嘅無詞，真的吃下去真嘅會拉肚子、餓力肚哦。馬上給他負評按用。冇錯，佢生下來呢，尤其係食到牛嘅時節，最驚佢動油。錯，係講動油嘅發號，哎呦，真係冇想衛生呢。從你家倆，他就想要維持苗條的身材，就不可以吃動油嘅東西。最好吃那一種唔愛油。唔愛油。我們再一次是比較難哈，唔愛油。唔愛油。意思呢就是不會有不油膩的感覺。那剛剛呢，在錄影有人講到哈，嘅排骨飯食起來唔愛油。排骨飯食起來唔愛油。意思呢就係排骨飯吃起來不會油。嘛，希望大家做對食到唔會油嘅排骨飯。錯，喺講食到太用油嘅排骨飯嗬，哎呦，真係冇想食咧。真嘅，唔過講到嘅唔愛油，也係當油嘅時節，油嘅攞佢當上槍，就是那個肥肉非常的肥嫩的時候，比如講你食牛排，也係講食控肉，食到當皮嘅油，油上是會吃到當好食，也係就個搞大家當皮。當皮，意思就是很肥的意思哦。比如講呢，我看到有啲牛排當皮嘅牛排食起來樣板。牛排食起來樣板，意思就是牛排吃起來怎麼樣？那我們可以套上剛剛的當皮，意思就會被變做係牛排食起來當皮。牛排食起來當皮，意思就係牛排吃起來很肥。那最好不要吃到這個很肥的。真嘅，喺講食聽到嘅話，其實切間咩變到當皮嘅嗬。真嘅係冇錯。不過像係藍天、寒天家下，像我食燒碌碌嘅火鍋，很燙、熱滾滾的那種火鍋，吃下去就覺得規身嘅燒暖。不過你下愛搞大家就係當燒。好，我們這個燒要記得發音發得清楚一點，發SAU 把它連在一起。燒。SAU 係冇錯，燒當燒。那剛剛呢，沒有人講到，烤肉，他喜歡吃烤肉。錯。烤肉食起來樣板。烤肉食起來樣板。烤肉吃起來怎麼樣呢？太燙了，好燙。錯，有上次就會按用。剛烤完馬上就變到再度，羊皮就半件碌到。烤肉食起來當燒。烤肉食起來當燒。意思就是烤肉吃起來很燙。記得哈，當燒嘅東西哦，燒碌碌哈，剛煮好，不要硬是變啲再啲
度，哦，生意哦吼，会录到错哦。哦，好，刚刚有人讲佢动好是懂咸的东西，有人好是唔爱咸的东西，嘿错佢口味吼大家都冇共用，嗯从来都懂好是冲口味。哦，你就会冲口味哦，我是重口味派的人，嗯不过有人就是讲啊，在听葱诶，听葱口味诶，有人好是懂咸。哦，懂我行们，再一次哦，懂咸。懂行，意思就是很很咸咸。那如果颠倒过来，像李家这种很爱健康嘿、好懂空天空天的人，佢會使用班係唔愛鹹。唔愛行，对，我们再一次，这个跟鹹的嘴巴要閉起來，要合起來哦。合起來哦，唔愛鹹。唔愛行，係，像家下有人講到佢動好是意大利面，錯不過有的意大利面將片太多咧，就會用班係意大利面食起來用版。意大利面食起來樣板意，大利面到底吃起來會怎麼樣呢？將片太多嘅意大利面就會意大利面食起來凍鹹。意大利面食起來懂行，意思就是意大利面吃吃起來很鹹。哇，加加食水咧，加加啲鹽水吼，嗯不過假使有的意大利面嘅調味無按從，嘅意大利面食起來唔愛鹹。意大利面食起來唔愛行，呀，意思就係意大利面吃起來不會鹹。假使吃到呢一種正經食起來就吃到負擔無暗從吼，就知道懂吼吼。相對咩較空間條嘅啊有知道剛剛你好多量暗度吼，啊，讓它肚是叽叽滾，真見咧嘰哩咕嚕嘰哩咕嚕勁鹹咧吼，吼，很其他點點條嘅，然後做唔點點條嘅啦，誒，當中有影嘅啥咧吼，然後做唔得食飯用做唔得版型咧，後來問大家就係講，家大家講到暗度嘅實體過後，佢對呢出菜嘅評價係乜嘅？係當好食，當唔好食，誒，當貴，當太壞，又係當平，又係當飽，嘿到底係用版型嚟搶大家，等等兩殺向下來出發了，Go！